有冇聽過呢樣嘢？原來我哋好多時面對退休有3個階段、3個支出，咁係啲咩嚟嘅咧？呢個話俾你聽啦 ，Go Go、Slow Go、Low Go， 有聽過呢樣嘢嘛？3種唔同嘅啲退休階段啊。顧名思義啦，Go Go唔係跳嗰啲啊 Go Go 啊，係 Go Go 係啲咩嚟嘅咧？到我啱啱退休，基本上我當50、60歲啦，應該係最即係叫做成年嘅時間係嘛？身體健康又好啲，朋友又多啲，錢又多啲，去得就去啦，玩得就玩啦，係咪啊？Go Go Go 咁樣啦，咁啊周圍去㗎咯喎，咁啊呢一個階段，俾着你覺得自己呢一個咁享受嘅階段，幾多年到你會覺得 OK 啊？在座冇啲人覺得玩2年得㗎啦，如果係就唔係好抵啦，係嘛？盡量俾自己有咁長咧咁長啦。不過一般人咧，可能都係10年8載嘅啫。好啦，到你過完呢一個嘅高嘅階段之後咧，進入一個叫做 slow go 咯喎，慢慢走啦。點解啊？身體健康差咗啊嘛，跟住朋友又少咗啊嘛，有時玩到唔上下都悶啦，係嘛？行少咗啦。好啦，再有過10年8載咯喎，80零歲啦，進入人生嘅 low go 階段啦，邊度都唔去啦。你話去旅行唔好啦，樓下公園行個圈咧都 OK 啦已經係嘛？咁呢就唔同嘅階段嚇。無論你退休嘅時間去到邊個階段，你離唔開都會使3筆錢，就係呢3嚿嘢啦。3種支出啦，生活費、娛樂費、醫藥費。大家睇個名就會明白啦，係咪啊？不過呢3種使費咧，喺你退咗休嘅唔同階段，你嘅使嘅錢係有分別嘅。如果我哋講到譬如話醫藥費啦，大家覺得邊個階段最多啊？Go Go、Slow Go 定 Low Go 啊？應該 Low Go 啦，係嘛？喺個時間啊，我哋有時講笑咁講咧，就係話到某個年紀咧，見得最多嘅人就係醫生啦。係嘛？就嗰個情況啊，所以你退休之後嘅醫療規劃咧，的確係非常之重要啊。咁